就来看嘉义县2020卜地会，这个礼拜六要伫中部向农会盛大来开幕，要互各地民众更加了解嘉义高山茶的价值甲特色。高山茶都2020。买四公尺悬的手工花啊地果，互大家看了后，拢一直赞叹。嘉义博茶会还有3天。这是由嘉义在地地农艺术家打造的，也就是要开幕2020卜地会活动的亮点之一，伫入口所在打造地艺术的意象。嘉义县是全国占地面积上大的高山茶产区，大阿里山茶园，伫规年冬天拢是分布日照充足、日落温差真大的这款气候的条件下，造就特殊的阿里山茶甘甜滋味。还有用庶民的文化表现出来的茶特色，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。嘉义县整高山茶面积超过1800公顷，一年比一年较济，一年超过70亿个产单。这摆卜茶会展现茶多元样貌，互民众体验品茶、互动艺术的趣味，会使更加了解高山茶文化甲特性。